我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这一章。圆性大师是净土中的一代祖师，是一个有德有恨、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。他讲这几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他说：妄念原是凡夫的本体了。我们有妄想、有杂念、有散乱心，这些念头不停地升起来。这个妄念本来就是凡夫与生俱来的东西啊。如果你今天完全清净、无挂无碍，没有外来的干扰，你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人。但是因为我们有妄念啊，看到什么都会有一个念头，想好也好，想坏也好，总是有念头在动。一念动，妄想心就起来，散乱心就起来。这是我们出生就凡夫的根本模样。因为我们有贪嗔痴，对世间外在攀岩，我们有贪求占有的那种心性，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本体。这是业报身啊，是罪业报应的身体。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妄想，这是正常的、自然的。妄念之外，别无心也。妄念之外，你想说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心可以找得到呢？不可能的，因为妄念就是你的本体啊，你原来的模样嘛，跟你原来的心是一样的。所以妄念之外，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心是不可能的。那么我们从妄念当中、妄想、散乱心当中所出念佛，我们能够把佛号念出来，就如同什么？犹如莲花不染污泥，在脏乱的污泥当中念出来的佛号，就如同一朵莲花一样，在烂泥巴里面长出来的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啊，不染任这个世间任何的脏，非常的洁白，不会有脏乱，干干净净的，让大家欣赏，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。所以念佛很重要。我们知道说，原来我们在妄念的过程当中，只要你把心静下来，好好的念佛，就跟佛心能够相应，道心完全呈现。所以我们越有妄想心、越有散乱心的人怎么办？我们就好好的念佛，必然跟佛心相应。不管你是散乱也好，是清净心也好，佛照样平等给你救度。毕竟我们都是凡夫，因为有贪嗔痴，有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、骄慢心，还有怀疑心，所以我们才出生做一个凡夫众生。在凡夫的过程当中，你没有念头是不可能。出生在这个人世间，必然就满身的罪业，你有满身的烦恼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说在这样一个条件下，你仍然把佛号念出来，你跟佛就心相应了，佛永远就要救度你了，永远都不放弃你。这个就是圆性大师告诉我们的道理，非常重要。我们非常欢喜的接受这一章，跟各位大家结这个法缘。阿弥陀佛。